喺香港，青少年情緒問題越嚟越普遍，唔少家長都會問：點解以前冇咁多情緒病，而家反而多咗呢？其實呢個現象同社會環境同生活習慣嘅轉變有密切嘅關係。回想返70、80年代，香港社會冇咁多電子產品，青少年多數喺街頭巷尾聚集，組成所謂嘅同黨。雖然有時會出現打交、毆鬥呢啲咁嘅問題，但呢啲行為多數係面對面發生，情緒宣洩比較直接。但係隨住科技發展，智能手機同網絡嘅普及，青少年嘅社交模式發生咗巨大嘅改變。依家嘅青少年唔再需要喺實體空間聚集，反而喺網上建立更加多嘅社交圈子。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嘅調查，超過50%嘅受訪青少年曾經遇過網絡欺凌，當中有1成8自稱曾被為攻擊嘅對象。呢啲網絡嘅欺凌行為包括言語攻擊、排擠、散播謠言等，對青少年嘅心理造成唔少嘅壓力。中大醫學研究院亦都指出，有24.4%嘅兒童同埋青少年過去1年內受到至少一種嘅精神病困擾，當中包括咗焦慮症、抑鬱等。而且近半數嘅照顧者，佢哋發現子女出現精神病嘅症狀，仍然唔願意去揾專業人員求助。原因係包括佢哋會認為問題唔嚴重，亦都怕負面嘅標籤會影響小朋友嘅前途等等。呢啲數據反映出青少年嘅問題壓力唔單止係嚟自學業，仲包括咗網絡世界嘅人際關係。而家嘅青少年喺網上嘅世界中，可能會因為一個留言、一張相片就能夠受到同儕嘅批評或者排擠。呢啲都會對佢哋嘅自尊心同情緒造成好大嘅衝擊。作為家長嘅，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呢啲咁嘅問題呢？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子女網絡世界中嘅活動，唔能夠淨係一味去禁止，而係要同佢哋建立良好嘅溝通，了解佢哋嘅想法同埋感受。其次，可以同子女一齊制定使用手機或者社交媒體嘅一啲守則，幫助佢哋建立健康嘅使用習慣。最重要嘅係，當子女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家長要成為佢哋最強而有力嘅後盾，鼓勵佢哋將情緒表達出嚟，並且喺適當嘅時候尋求專業嘅協助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青少年面對嘅挑戰已經同以前完全唔同。我哋作為家長嘅，亦都需要與時並進，了解佢哋嘅世界，先至能夠真正幫助佢哋，支持佢哋健康咁樣快樂成長。